歡迎收睇《原來錢作怪》，我係主持黃元山。近年嘆咖啡漸漸成為香港年輕人嘅生活品味之一，每日幫襯咖啡店甚至成為唔少人嘅生活習慣。喺呢股咖啡熱潮之下，精品咖啡店越開越多，仲造就咗唔少嘅商機㗎。近年香港嘅街頭巷尾湧現咗大大小小嘅咖啡店，聞到陣陣香濃嘅咖啡味，可以令人精神一振。難怪呢一股咖啡熱潮不斷升溫。香港個咖啡氣氛越嚟越好啦，咁譬如可能電視節目都多咗介紹咖啡啦，報章啊、雜誌啊、書籍啊，主題主力都係介紹一啲新嘅店，差唔多每個月都見到有新店開。即係多咗人去認識咩叫做精品咖啡，咁亦都有一啲好專業嘅咖啡學校相繼咁去推出咖啡嘅課程啦。即係我哋嘅動作就係開都要快，翻就要慢。10年前，文桂芳開始教人整咖啡，起初1年只係收到2班學生，而家就增加到1個月開2班。你一膨脹咧，我就落少少，變咗仲有啲氣口。直至佢膨脹8成咧，我就將佢升高，打翻下邊未熱過嘅奶。學生上完堂之後，又會買咖啡機、咖啡豆，翻屋企自己親手整咖啡。文桂芳話：佢哋嘅零售咖啡豆每個月嘅營業額有成20-30萬蚊，比起5年前足足增加咗10倍。好多同學啊，或者好多客戶咧，都好捨得添啊，買自己心儀嘅設備，去喺自己嘅空間咧沖煮佢中意嘅咖啡嚇。咁其實咧嗰個消費能力咧，佢哋都幾高嘅。呢一股咖啡熱潮令好多小型精品咖啡店應運而生。睇下餐牌，點解似旅行社多啲？因為全部都係國家名啊、地區名啊，甚至乎係去到 estate， 即係個莊園嘅名，都係用咖啡為主導。咁而裏邊可能店裏邊嘅咖啡師對咖啡嘅認識都係非常之有深嘅認識。呢一個咖啡豆子係嚟自邊一個國家嘅咧？到底新唔新鮮咧？幾時烘焙嘅咧？點樣飲先至係最好嘅效果咧？咁呢啲 third wave 嘅 coffee shop 喺呢近5年香港就開始即係陸陸續續咁樣誕生。咁啊，飲咖啡飲到好似飲紅酒咁。喺香港，屬於國際品牌嘅大型咖啡連鎖店就有成300間。至於小型嘅咖啡店，行內人估計大概有105間，而且仲越開越多。究竟本地嘅咖啡市場有幾大呢？根據國際咖啡組織 ICO 嘅統計，喺2011年，芬蘭人平均飲12公斤咖啡，以每杯咖啡15克計算，每個芬蘭人喺前年飲咗811杯咖啡，排名世界第一。美國人飲283杯，日本人係219杯，香港人就只係飲14杯，只及台灣嘅1/5。我覺得精品咖啡係仲有得繼續增加嘅，因為其實香港人飲咖啡嘅文化咧，都係比較我哋飲都係飲得少嘅。呢間位於銅鑼灣嘅咖啡店開業3年，主攻精品咖啡市場，200零尺嘅地方擺得10個座位，但每個月嘅鋪租就要成10萬蚊。雖然銅鑼灣已經咖啡店林立，但老闆相信只要自己鋪頭出品嘅咖啡能夠勝人一籌，就算鋪租貴些少，都應該有得做。我自己飲咖啡嗰個文化就係話，我到某一個鐘數我要飲咖啡，喺呢方圓10分鐘裏面我行到嘅地方，邊一間最好飲咧？咁我去過一間。我哋嘅 competitor 唔係大嘅咖啡 chain 啦，反而就係我哋呢種咁樣嘅精品咖啡店。貴租加上通脹，令經營成本增加，蘇和俊唯有加價賣貴啲，一杯咖啡最平都要25蚊。不過依然有班忠實捧場客。開業1年半，鋪頭已經做到收支平衡。呢間咖啡店嘅位置咁偏僻，隔籬仲要係間車房添，但係就長年客滿。
點解呢？我哋有一個主題啦，即係叫做係我哋亦都做過 research 啦。咁香港有冇一啲係用旅遊嚟做主題嘅咖啡店咧？咁據我所知都好似我哋係第一間。有呢個旅遊嘅 gimmick 出咗嚟，我哋定期會買好多新嘅旅遊書喺度啦，定期喺度做一啲分享會啦。咁可能客人除咗為咗嚟呢度食嘢，為咗嚟呢度飲咖啡，佢就係為咗呢一樣嘢而嚟啊嘛。趁住呢股咖啡熱潮，梁迪倫喺過去4年已經先後開咗4間咖啡店，有啲靠主題出位，有啲就靠開喺未有競爭對手嘅地方。香港嘅咖啡店數目未算飽和，想喺市場上分一杯羹，不妨參考下佢哋嘅經驗啊！